야, 당가츠 전에 투성 공부 시럽 송크나니 공부 시럽 시행도라. 공부 시럽. 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闻思修三会当中的这个修的智慧的部分。 전에 공부 내가 없어라 가래 공야어 있어도 되네. 신의 당상동이 공야어라. 那么当我们在做观修的时候，修的是什么呢？主要呢就包括了止跟观。 전에 다다 신의 공당 때 시찬의 상통 공당 시행도라. 那么呢，刚刚呢关于止的观修的部分讲完了，接着讲到了观的这个部分。 상통 공당 라양 때는 조공다 제검 이 옆에나는데 다다 내 제검 시거리 제검. 那么呢，在观的修持上呢，有所谓的安住的观，以及分析观察的观。那么呢，刚刚所讲的就是分析的观。 제검 세당 때라 사치 몰라나니 효로가 니야리. 那么在这个分析的观上呢，在大手印愿文里面有两个寄颂。 효로가 당보 때게 되는 추탐제가 자와 제르 추탐제가 자와 세미냐 봐. 라바르도 사치가 내가 없어라 되는 셈라 딱게세야 돼. 내가 치슈 유미 점생라 때네 되는 다치시에 대야 효로가 제기 동다때 셈라 딱게세 당다. 那么呢，因为呢，我们讲一切法的根本呢，都在于心，特别是呢，大手印的观修，主要的内涵就是在观修心的缘故。所以呢，首先这个第一个寄颂呢，在讲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关照这个心。 세당게. 다네 때는 아주 시작그 추탐제 다 효로가 니바들 해보라. 효로가 니바를 토라. 내게 효로가 니바네 라네 때는 추스그 추탐제 다 제당 시작을 얘네 마보라고. 얘네 추탐제 소 드나 요르시다. 시즈그 요 시주시다. 신기주 유진 시바 이나는 누구라와. 어다 디닐을 딱게 세당 시에오리. 那么接着呢，在这个第二个寄颂里面呢，谈到的就是一般呢，我们说所有一切的法或者一切的这个所知，事实上呢，它都包括什么？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境，第二个是能够了知对境的这个，无论你讲它是心也好或者什么的，就一定有一个所知的境以及能知的这个能，所以就从这两个部分呢来做观察。 다대 열대 따는데 근데 수익 열 되니 나 간이 송다 다게도 수익 열다 열심히 열아 수익 열도서 가와니 주진 가와니 송다 제 다게 세임be 내가 없어라 셈레 송아마도 셈레 로스메 반 통거리 세야라 열레 때베 유미 셈성 통시 효로가 디그 지금 당보도 해버리 所以呢，在这个寄颂里面，首先呢，就是我们讲。 我们能知的、能够认识的这个对境，这个能知的对境呢，你要去观察这个对境到底从何而生的，它是怎么样的因缘等等而显现这个对境呢？所以呢，当你不断的这样的去分析观察的时候，你认识到，其实呢，这个对境呢，它是从自己心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就讲审视对境，无境唯见心。所以你认识到，其实你所知的境。 是由心所现起的。다 추탐제 셈리 세버 값서 희급 내당 해야리 대 강의 있었나? 两家什么呢？ 추탐제 셈리 세와나 희급 내가 해야리 대 강의 있었나? 강의 있었나? 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要认识所有一切法都是心，这个当下呢，事实上有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什么呢？ 대내 다다 대내 나주 공원이 대만이 시에임바 동담바 대마다 군좀지 대마스 대만이 시에임바 대만이 그나니 군좀 대만 내 소리 추탐치 셈점리 세대야 셈리 셈레 로스 좀 주요 말이 시에데 군좀 대만 내 소리 대만이 시에라 동남 대마다 군좀 대만이 시에데 추탐치 셈점리 세 셈레 로스 좀 요 말이 시야데 군좀 대만 내 소리 那么呢，那就是在前面呢有一个寄颂谈到了二谛，那这个二谛呢，就是所谓的世俗谛跟圣义谛。那么呢，什么叫圣义谛？就是所有一切法，它是从我们这个心而显现的，所以呢，由心显现的这一切，它就是圣义谛的法。내当대로와 그렇게 내 자로
다대 추탐지 샘장 예바데 가두가 좀 통으로서 다다 샘장 예바 통고 말와 나한테는 요래 시럽 파갈 요래 체랑수 마갈 요래 가서 로갈 요래 마도 버게 되니 배차는 이제도 추탐지 샘장서 시고를 마도 가좀 통야때 로갈 통도라 되니 추탐지 샘장 예바 가두 또 그래서도 산적선바가 삽죠 랑와 셰야 요 삽죠 뒤내가 삽 넘바니 또 그래 얘네 추탐지 샘장 예바 삽 넘바 돈바. 넘버 값사. 사 넘버 값사 다 추담지 샘잠 린도 샘을 로스 주 땡땡 면도서 다 쳐봐대. 내 소리 예바 마체 바가 난 소리 라야 추담지 샘잠 예바데 사 넘버 값이 예레 또 그래. 오호호호. 대전의 사당보 말에 사당보. 도고 말이 더 도고 말도 사 되바. 샘잠 받는 삽등은 또 인다. 삽당 받는 또 그래. 那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叫世俗谛？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所显现出来的一切的这个法，它当下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所见到的，这个都是世俗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现在我说呢，我，然后呢旁边有些让，眼前呢有你们大家，眼中所见的，我们大家呢，那么都是世俗谛心显现的这个镜像。虽然法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法都是由心而生起的，但是呢，在世俗谛的状态当中，我们呢仍然看到的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有这些个人，有这些，我们仍然所看的仍然是世俗谛的那个状态。那什么时候你才真正的见到胜义谛的那个状态呢？这个教法里面，在唯识的教法里面讲呢，你只有修行达到了菩萨谛里面的第7谛的那个位阶的时候，那么你眼中所见的，真的就是胜义谛的那个真实的实际的情境。要不然在这之前，虽然了知一切法是空性的，一切都是心所显的，但是呢，仍然眼中所看到的就是有你的显现，有我，有外境的这个显现的镜像，仍然是世俗谛的这些镜像。对。근데 근데 내 소리는 한 소리 그 제바다 가니스네 빼는가 저 랑보치게 말람 당나 나야때 랑보치 당호라 내난 소리 동우스 랑보치 자원이 요마라 내 소리 근데 난 소리는 내 소리 등아 저 하고 고야 돼 배가지 모리 那因此呢，我们说一切法它有显相以及它实相的这2层的义理，就好像梦中看到了大象。梦中大象的显现的那个象，它是显象的部分，但是呢，梦中的大象它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呢，一切法它有显象的这个意涵，同时呢，它也有它圣义的这个实相的这个意涵，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很重要的部分，这就二谛的义理。哦，对的，他那说的呢，拉达有了对比，有没什么是通，是这样的。샘을 놓치바 요 말이 있어야 돼 군접 되면 내 소리 다다 가지고 그때는 저랑 바가지고 대대 군접 되면 난 소리 군접 되면 난 소리 那因此呢，在这一个第一个偈颂当中讲到呢，审视对境无境为见心，可以讲呢，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分析观察的时候，我们呢观察的眼前的任何的对境，这个对境呢就是世俗谛的这个显象的这个部分，但是呢，透过观察世俗谛显象的这个部分，认识到这个显象、这个对境，它的本质是空性的，这就是它的实相的部分。다다 제거미 되네. 열시 탐제 열시 니에는 되네. 열라 딱게세데 샘을 로스여바 매바게 통로아. 내가 제가 나보디 되다. 샘을 때베 샘이 오동세데. 다 제가 이바데 그 양자의 추탐제 그 자와 샘 코랑을 가는 독대데 동이바 도송시 데이터다 효로가 담보다 코랑이 고동지거리. 책 많이 오마도 고동지거리. 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第二个偈颂的这个观修上面呢，首先先审视观察那个对境，观察对境那个当下呢，你真正的认识到，其实这个对境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对境是心所现起的，除了心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对境。那接下来呢，那既然这个看到了这个心显现这个对境，所以进一步的观察，那这个心又是什么呢？那当你这样的审视着这个心的时候，你进一步的认识到，其实呢，这个心呢，它是空性的。所以同样的，
你从显象的心的这个部分，你认识到心的那个真实的实相的部分，认识到心的空性。所以呢，审视心时无心，本性空。对，所以个有点麻着，那有这个西巴麻着，东西也呢，但呢，我就打人的呀，跟怎么他妈站着的吧？对了的，你来对比，你这样啥着，东西等能着不的一起，这个是不的也。那么因此呢，当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本来呢，我们对外境有所执着的那个执着的心念呢，自然的就消解了。进一步的，我们对于内在的这个心有一种执着的这个执着呢，也消解了。为什么？因为你观察外境，这个外境是没有的，它是除心之外没有外境，所以对外境的执着就消解了。那么呢，你观察内在的这个心，本来执着有这样的一个心的心事，但是呢，当你观察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心事本身是空性的，所以呢，对于心事的那个执着，它也就消解。所以呢，这边讲审视恶者，那恶执至解脱，也就是说能所的恶执也就自然就解脱了。但呢，我这那么多小个了，大去他们家有些年难度有的，18年难度。有的他话当，大有这个18年干嘛着这的，第一没把些意思来哇，什么当，第二的呢了，东江对面去马的意思，甚至我呢50万的，是这些人不50万的，是要东西了，这个也把我是甚至那路多不了，是要的老百姓。那接着呢，在第4个偈颂里面，进一步讲到说，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光明的心的本性或者心的实相，然后把它翻成了净光净光心之净光之心本然愿了之总之这个地方在讲的是什么？就透过这样对于能所的这个关照，就呢我们可能会认为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既没有所缘的对境，也没有能缘的心事的话，那么一切不是完全的空了吗？全部都是空的状态。那么这边告诉你，不是的，因为如来藏心的那个本质，它是什么？它是体性空的一切圆满具足的这个，所以呢，要讲它是光明的体性，这就是我们真正心的那个实相。他的说了个这个，但是你不看要的是呢？但是我这个有当有些你能真的不，你能对你能出发的，要嘛的。甚至内陆是那的，甚至我等的这些人不50万的，真的要的，是吧？去定哦。所以呢，在这个偈颂里面呢，事实上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眼前呢这个恶执分别的这个，认为有一个对境，有一个能够认识对境的心事的这样子的认知呢，它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这个能所恶执的能执的境以及。不是所执的对境以及能执的这个心事，这个是根本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所有一切的基础都在我们自己如来藏心的那个光明的本性上面。所以呢，最后讲呢，虽然没有能所恶执的那个对境，但是呢，它不是全然的空无，因为呢，那是源自于我们本自具足的如来藏的光明的体性。所以第4句在讲。按照藏文直翻的说，就是光明心之实相愿了悟。他的这个他妈，我是甚至内陆多不了学，老说第一个甚至内陆的多半拿多拿，但你不可，但你不要了去给他全部去，去给他全部送有了，杀气我嘛做起些。第一个名额是那的，他去是那名额的，名额给他全部送有了，名额给他全部送个些的呀，团大的大许多有的是呀了，你个学了个的，他那空个怎么来？那么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偈颂就谈到说，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这样子的了悟到自己的心性如来藏光明的那个体性的话，那么呢，这也就是西藏佛法当中非常著名的3大教法，一个呢叫大手印，一个是大中观，一个是大圆满。那么呢，这3大的这个教法的内涵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它是圆满的具足在这当中的。对，但呢，他我是甚至内陆的多呢，他这个他们的啦，得多呢。
사자제 모양 대인다是了，有时这样的呢사자切了。所以呢，就讲呢，对于这个光明心的实相，如果呢能够如实了悟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远离了一切的作意，这就是大手印。啊，但你有时甚至内陆的到呢，没啊，我们全部是要跟他这多呀的，对应的是对这了，这个你把他当这话，我们全部一什么的。那么呢，当你能够这样的了悟呢，光明心的实相的话，那也就是大中观所说的究竟远离二边的中观的教法。所以呢，远离二边即是大中观。他甚至我说的呢，我说甚至内陆的到呢，如果全部是呀，没啊，给他全部写的第一个多呀，全部这样，对应的是多这了，但呢，学这个说吧，那跟着做起是讲啥？是写的。那么呢，对于这个光明心的实相，如果能够如实了悟的话呢，那么这也就是大圆满的教法当中所说的，所有一切都总集在这个心上的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对。同的这个这个说的가르写过的是呢，明啊嘛的我不了给他全部写个，我们实际做起是话写个说明是。ये नहीं यहाँ तेज़ा ते हिया का तोंदा ये बोते रंग सेमो सेमी ओसर ये बाले चिबाईस तो महंगा ते न्यामली से ने हिया का शिजु को तोंदा ते यहाँ रांसेम ते ने सेमी न्यूमा ये बाले चिबा चिक्यांग रही से छेबर छुने में से देते हैं 因此呢，在这个偈颂里面呢，它也是在告诉我们说，那么呢，你能够如此的了悟光明心的实相的话，那么这就是这个三大修持法当中呢，它究竟修行所要证悟的那个实相。无论是大手印也好，或者大中观，乃至于大圆满的教授当中，那么呢，经由这些教授的修持，最终你所要证悟的都是同样的，都是在这个心的实相上面，那么呢，真正的升起了悟。哦，对，那让个什么这西边人呢？每个查清、做清，我们老说过，每个忙活的些的个，但他他们西边也不上涨，对对对了，这个也把这些更多都不等他票，是这样的些的。所以呢，第四句讲愿得一知全解之定见，所谓的一知全解，指的是说，所以呢，我们只要对于自己心的本质、心的那个自信，能够完全了悟的话，那么无论是大手印，乃至于大中观、大圆满的这种种义理，当下呢，你也就全然的了知了。所以呢，愿能够呢了解到、了知到心的这个自信，那么对于一切的这个教法、一切这些甚深的口诀，能够全然的了悟着。对。他这个在那娘家个现在当他们那个写查上啊。娘家现在当他们那个娘是老外人呢，在那娘用是话的这一个的话，对娘用的东西了，但第一个学了，现在没不得去就这么些，你学了搞的来不的。那么呢，所以呢，到这个偈颂为止，那对于呢整个止观的这个修持的部分呢，整个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呢，透过这样止观的修持之后，我们呢会产生各种的体验，所谓的觉受。所以呢，从下面的这个偈颂开始，在讲的就是修持中的觉受。他这当等你娘用了，等你别马西忙不接要娘用了，等俺说不个卡贝了拉不的，一个帮了这样解释，一个帮托了，他怎么的你这个的？等咱们就是娘了这样下是的，他没办法下的。那么呢，修持的过程当中呢，你会产生的这些个体验或者是觉受，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在教法当中呢，他用一个譬喻，他讲呢，修行者修行中所产生的那个觉受呢，就如同夏天草原当中呢绽放的那个花朵一样，它是无量的。对。他原来娘用都是错了，他内心的是对呀，我原来，
ngā tsō tēne ngō kāpō tā, ngō nāpō tā, ngō sēpō tā, rōwa jikdī kā māpō tā, tsāma mē chēk nā dū tā. Tē nāngi dēchī tō tsō rīgdū chēpā yé na, sōng kā nā dū wō rī, ñamnyōng tā, ñamnyōng tāmī yé pā yé na, dū khā na sōng kā nā dū wō rī. 但是呢，虽然说呢有无数的这种觉受体验升起，但是呢，总归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三大类，就好像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种，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概略的分为说，这是白种人、黄头发的或者什么，用很简单的方式，一切的觉受可以概分为三大类。tēne tī sōm tēne chēk lā tēne dēsar mā tō sōm sē tē chēk lūsēm kā dēwā tēne nīpā tēne sādāng sē sēm sār bō khā yā tēne sōmbā tē mā tō bā sē tē tōng nī kā nā wā khā yā tēne sōm yā rī。那么呢，这三大类的觉受呢，第一类叫做乐，乐就是呢，你会感受到身心的一种喜悦、欢喜，这是乐的觉受。第二个是明，也就是呢心呢那个特别的清晰明了的那个明。第三个是无念，也就是对于这种空的一种体验，空性的一种体验。他这个当部대화个냠说的呢，当部샘을 힘들 토고라 와 샘라 힘들 샘을 힘들 토발라 때네 때네 르라 대버 초와 찌네 다다 나주가 때네 대화 용화 도서네 동하나기 초그레시 디그 대화 대 용으로와 디그 대화 대당 다다 나주가 때네 대지 그 대화 효라 나 뒤그 대지 효라 디그 때네 현에그 대화라 섬노 따나 현에 맞다 곰 잡네 대화 토라 루셈 그 대화 루그 대화 담보 샘지 대화 탑 tene luju dewa thora ti ke dewa chechong na samno tangna tada nga chu ke tada khala saya la so ba dewa to so ne dongal na thong re si ko dewa chera chu ne 所以呢，就讲说，透过修持，首先呢，我们内心里面呢会产生一种喜乐，由心的喜乐呢，进一步的这个身体呢会产生一种乐的这种体验。那么这个时候禅修当中所升起的这种喜乐的体验呢，它是远胜于我们世间法上面，你有时候呢感觉到你身心非常的快乐比喻说呢，如果将你世俗生活当中体验的那个快乐，跟禅定当中所升起身心的喜乐呢比较的话，那么呢，日常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那个粗的这种喜乐的状态呢，可以讲是一种痛苦。相较于禅定的喜乐而言，它是一种痛苦。这个대화 첨부 여도 단에 대화라 대화 토라 단에 대화 첨부 토라 대화 첨부 토도 단에 대화라 참아 가거라 대 현자 제거라 현자 제나 코와는 참지 저세거라 디 좀제네 때네 단에 디나 측강다 몰라다 현바 매베 대치 준체미 시라 但是呢，当升起的这样的这种乐的体验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这种喜悦的那种感受，很自然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感受上面产生这种贪着。但是你的心一起贪着的话，那又是落入轮回的因。因此呢，这边第一个偈颂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乐的体验升起的那个当下，那么你必须要什么？没有任何的贪着。所以他讲这个无欲，其实不要用欲，应该是无贪，就你不要去贪着无贪，大乐相续而不断，这种乐的体验相续不断的显现，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贪着的心。大家呢，我说现在就没写吧，现在就没适当是那个的，拿他们的这个嘛的，现在就没吧，现在养大。对，波当波是sem当是那个的，但是拿他们的这个嘛的，我现在就这里了。第当是那把了对呢，但是他们稍微他话见呢，我如果看些个老多，这把个圈里没这东西，是老了没搞的有把他们通呢，每个通我们了，sem个通我的，他们。当时呢，这把个没得不是呢，没搞的那边有没，没的东路搞的公有没，他们通东西。那接着呢，当时呢，就是前面呢我们讲，就是说，当你安住在这个正确的止的状态的时候，那个当下这个心呢是非常明澈的。
因为你是安住在心的那个明性的那样的状态当中，而不是落入在那种昏沉，然后呢愚痴不知道的那种状态中。所以呢，有的就是禅修当中的那个体验，当我们的心呢真正安住在那样子完全正确没有错误的这样一种明澈状态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升起一种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墙的后面的一切的景象，不是你的眼睛见，而是你的心能够看到这个墙遮蔽的后面有什么样的人穿着或者什么衣服，什么样的事物，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到那些景象。근데 곰도서 야고차 티타다 사바세 데야테 데산마도 송그 살로게 냠도 쳇 론다 된 지리 yen다도 송 통거리 자가리 yen다도 송 통거리 所以呢，透过这样不断的修持，那我们说我们那个乐的那种体验，它会呢更加的增盛。然后同样的明的这个体验呢，它也是会不断的增长的，甚至呢，你能够看到他方世界的各种的景象。但是这些个三本通话人的点都什么什么怎么修的他？点都是，我去没得那哇个满久不都是通的。你亚拉达曼这的，他毛毛通的，他并我呢点把人都我呢都什么怎么修呢？怎么修能考完了强过的？第一个怎么的，这玩意儿个把东西历史讲你把，真正没被我说这标着。然后接着呢，如果因为你的名不断的增长的缘故，结果呢，你看到的这些镜像，然后你反而呢落入了执着。你说我看到了天界的状态，六道有情众生的状态，一切镜像，然后呢，进一步的说，所以呢，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我如实的见到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你只要一执着，那么执着就是轮回的因，你就再一次的落入在这个轮回当中。因此呢，下面这句特别的强调说，没有执着的这个信念，所以无执相之光明然后离盖障，也就是说，这个当下呢，你是对于这一切的镜像，内心里面没有任何执实的这个信念，那么呢，这个时候你就远离了一切的遮障。对头的。他的呢，在大这些的呀，可有了对比，有没什么从生了对比，生命我懂把你讲的了，懂把你讲的，但当我那个路的没不错这个东西啊，路圈的没不个错这个东西。所以呢，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就是说前面那个偈颂讲呢，审视对境，无境唯见心；审视心时，无心本性空。然后呢，当你安住在这样的观修的时候，甚至你第一个会升起的体验就是呢，当下你自己本身空掉了。都是。现在办了的，我老板你要的，你老板，可你讲着把你带的是吧？老板接的了，我那个路没办的，没到不是，东西的来不的，可点路没都真的。可你讲着的，这个我啦，的这讲啦，的讲着，伢都破破些个伢对的，他这个路没都真的，可路那么的大人真的是的，但是不按照现在还搞了，他什么门都不从哪接了，那是他的东西错，错东西。这里真的，他怕这个老板的光脚的用多是可。